去年日本剧高校吹奏乐部来到台湾，头一个公开表演就伫咧高雄。不过，议员质疑讲，共款对日本来的翡翠技术活动经费370万尔，剧高校说爱700万，这期招标过程无够公开透明。互人号做感觉是恶魔的日本剧学校吹奏乐部，去年底来台湾，头一场伫高雄的时代大道表演。 有超过8万人到现场观赏。不过，高雄市议员柯彩金14号伫议会针对这个活动质询，伊表示教育局予伊的招标资料才第3纸，嘛质疑感觉是恶魔伫高雄的活动招标的过程，也阁有钱开去倒位。教育局给我的成果报告书只有1页A4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你们是用这一页 A4去核销700万的经费的吗？ 同样是这个行进乐队的表演，翡翠骑士呢，当初只花了390万，但是局高校却花了700万哦。翡翠骑士的团员呢，多达了148个人哦，局高校只有98个人。这些经费主要都花在他们的吃住跟活动上面，但是人越少的团，怎么反而花的费用会越多呢？柯彩金表示，一个演出后来是改立唔免租金的时代大道。 毋过表演1、2天，教育局所变更标案的内容，为原本309万的经费，追加到700万块。另外，伊嘛质疑为怎样用限制性招标？你们把局高校的标案藏在一间国小的标案里面，根本就不在局内的标案，所以一开始我们才会找不到。 再来呢，你们采用的是限制型的招标哦，只有一家厂商投标。教育局的采购标案。 因为考量到教育局行政的量能，所以在过往教育局都会有将许多的标案委托我们所属的学校。教育局主任秘书表示，调标的厂商捌有接待过剧高校的经验，所以标案才会用限制性招标。局长嘛强调，拢依法办理。标案的内容是公开，爱提供予议会做监督。记者邱昭阳高雄报道。